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杭州亚运棒球的项目，昨是中华队甲中国队的海峡大战。中华队伫第一局的顶半局，靠着林安可的二垒的安打摕下2分，再加上投手的表现相当的出色，3位投手总共飙出着15届的三振。上尾啊，中华队是以4-7拍败中国，所以来要拼金牌。 在杭州亚运一向紧实的中华棒球队，第一场的超级双冠赛就是中国海峡大战，唔若拼输赢，嘛爱争面子。好佳在咱的投手拢无流开，3个投手陈浩钧、陈必菊、高林最阳，做伙拍出着15遍的三振，彻底封锁中国队的打线。中华队最后是4-1拿下胜利。 时光担任先发投手的陈浩钧，在亚运的舞台压力真大，也个表现颠倒更较好。伊和现场的车速清测着上紧的球速有755公里，突破伫中华职棒的数据。我喜欢就是跟打者就是正面对决的感觉啊！前面好几天就是努力让自己身体尽快恢复啊，然后就是准备。 心态的挑战这一场。虽然讲海峡大战结果是赢球，不过中华队其实会当赢了更较轻松，因为比赛时咱总共有5摆本垒的机会，想要到煞一直中间留下残垒，最后敢若靠4球，也够高飞牺牲打拿下2分。我们可能稍微急躁了一点而已啊，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啊，只是后面大家就是有集合有沟通。 到这点是大家慢慢的会比较进入状况。中华队刷了个伫超级双冠赛，虽然佮爱和日本佮对决一遍，不过这比赛已经和晋级无关系。拿下2败胜利的台湾，确定晋级拜6的金牌战。啊，那中华队顶遍亚运拿下金牌，已经是2006年拄下亚运的代志。2014年这场亚运，咱含金牌受伤身，敢若拿下金牌尔。这摆敢有法度顺利拿下金牌，徛起哩亚洲第一，都互咱继续看得起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